今次呢個係日出康城海柏峰347尺一房嘅單位，單位佈局非常之好用㗎。一入到嚟，側跟就一個鞋櫃嘅設計，咁然之後你會見到呢，就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啦，望返出去38尺嘅露台，非常之開揚。依家我哋往前再睇一睇返成個景色，咁我哋依家往前睇一睇返呢個嘅房間啦，房間方面呢都好好擺位，同埋呢佢都係有一個大嘅窗啦，採光度都非常之足夠嘅。咁我哋依家呢從房間睇一睇返洗手間，洗手間都有一個人性化表現，因為佢都預留咗有啲位俾你擠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，咁同埋呢你會見到呢個單位裏邊洗手間方面設計用咗雲石。成個洗手間觀感呢就好明亮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同埋佢呢一個嘅洗手間，亦都做咗一個大嘅玻璃鏡櫃，儲物空間都非常之足夠㗎。有興趣嘅話，聯絡我約睇啊！